继续来看立法院昨三读通过，帮国军加薪水，志愿役每个月加给，为即卖1万块提升到3万块，明年的元旦开始来实施。国防部讲，安尼一来，至少加出着300亿的经费，会摆脱着其他军事的支出。国防部长顾立雄是恳请着立法院要推出着相关的法案进程，会当先甲国防部来参详。这个法一通过的时候，大家那种欢呼，其实这就是战力的提升。我们事实上要很多种的加级，所以整个国军内部加级的这个衡平性，我们必须是要考量的。国防部长顾立雄面有敏感，因为立法院三读通过军前太旧条例修正草案，国军志愿役月给加3万块，每年元旦正式实施。以114年预算额来估计，一年需要增加不过300亿的预算。国防部虽然赞成官兵的待遇提升，也不过这条钱是要对倒来。恳请这个立法院在大幅的增加税出的这个预算的同时，能够事先跟行政部门都能够做一个商量吧。以国防部117年编列支出的预算来看，开项基地人员维持7815亿，也有作业维持、军事投资支出嘛要我1500亿，总支出4760亿4383万9000块，比去年加419亿。假使若是超过预算提起塔，包括着主战装备、战机军舰的油料、收备重要武器的装备，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。假使若要增加财源，那国防部烦恼钱是要对倒来。行政院也强调，在咧收到条文了后，将会审慎讨论合宪合法的救济方式。以我们要增加国防预算高达3-5千亿，我认为200-300亿你会找不到相关的预算。军人调了，那公教人员呢？那包括劳工呢？怎么处理？这会涉及到国家财政衡平性的问题。我们认为，国民党这样的手法，我们并不认同。同时间，这会造成更大的一个纷乱。要安怎兼顾国家整体财政、甲官兵待遇的福利，正做目前的课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